多謝梁德華師兄咧，同埋多謝鳳形仙館俾呢個機會，我又可以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即係練功嘅心得。咁就修改下頭先講嘅咧，就係倒立咧就下一堂先講。今日咧就講下啲呼吸同埋個鼓盪。咁個題目就係氣功之呼吸與鼓盪。我用第二個咪嘅。咁啊，一連四講咧，就今日第一講係呼吸與鼓盪，下一次咧就倒立同埋嗰個發聲。第三講咧就係講太極拳嘅內氣嘅點樣去練習。第四講咧就係嗰個站樁同埋練氣。咁就或者在座各位都好多大師啦嚇，咁就或者聽我呢啲咁嘅説話咧，就微不足道。咁啊，如果係太淺嘅咧，就請大家包涵。咁我就盡量喺淺嗰方面嚟到去，即係用淺以淺入深啦。咁整個系列嘅講座咧，都係以氣嚟到去講。咁點解要選擇呢個呼吸與鼓盪為第一個題目咧？就因為我哋練氣咧，最主要咧，一提氣啦，係嘛？一氣，你有咩氣？有冇氣？點樣練氣？你首先你就要呼吸。咁啊，呼吸呢一個一呼一吸呢個咁嘅機制咧，就會產生一啲氣機嘅運作，包括咗你自己嘅五臟六腑嘅氣機嘅運作，亦都包括咗非五臟六腑嘅氣機嘅運作。有啲氣機嘅運作係叫無形嘅氣。咁喺道家嚟講，道家修練嘅文化裏邊，就叫做真氣，或者叫做丹。嘅內丹嘅進程咧，都係由一個呼吸開始。咁啊，呼吸咧就有生命，呼吸咧就冇生命。所以呼吸空氣係主宰我哋作為一個人有生命嘅一個個體嘅存在嘅。咁除咗呼吸呢個空氣之外咧，我哋賴以為生嘅咧就係水啦，食物都係其次。因為道家嘅傳統有一個修練嘅文化叫做辟谷，咁啊辟谷咧就係其他嘢唔食嘅。咁呢個係另外一個章節可以專題咁去談論呢個辟谷啦。但係咧，水同埋空氣係兩個最基本嘅元素，令到你之所以能夠坐在喺度，我之所以能夠喺度講緊嘢，呢個就係生命嘅能量。咁啊，呼吸咧開始咧，我要提嘅咧就係你係一個咩東西？你點解要有呼吸？你唔好呼吸得唔得咧？死物係冇呼吸嘅，即係一件物件咧係冇呼吸嘅，呢個係冇呼吸嘅啊！佢係冇生命，死物嘅。但係有生命嘅都係有呼吸。但係咧，呼吸有唔同嘅形態，唔同嘅形態咧就組成你有唔同嘅生命嘅模式。我舉個例咧就係老虎有老虎嘅呼吸形態。呼吸形態係咩咧？係好粗獷嘅。佢大力，因為佢要捕獵啊。但係龜咧個呼吸形態好微細嘅，但係佢嗰個爆炸力咧就冇嘅。但係佢有生命嘅能耐。如果以生命嘅形態嚟到講咧，龜咧係長壽嘅動物。越呼吸得越粗獷咧，佢越短壽喎，好得意喎。如果你閉息咧，好似蛇咁樣冬眠咧，你可能嗰條命咧仲更加長。呢個呼吸嘅形態好特別，但係人咧，人有一個呼吸嘅形態，有個限制嘅上限下限啊，一個自然嘅動物作為一個人。但係我哋人咧，比其他動物嘅優勝之處，我哋係可以選擇唔同類型嘅呼吸嘅喎。你會發覺，即係你可以扮龜。所以有龜式嘅呢個傳統，你可以做到胎式，有胎式呢個咁嘅修練嘅功夫。
你又可以用爆炸力，好似老虎咁樣，你用爆炸力，用一個好猛烈嘅呼吸呢個形態嚟到去喺100公尺走9秒9。啊，你嗰個上限同埋下限咧係可以拉長。呢個就係我哋可以選擇，即係我哋人類咧係特別嘅一個動物，即係人係萬物之中嘅一個最靈嘅。驗之精妙合而形，即係呢個係太極圖說周敦頤講嘅一句説話。驗之精妙合而形，組合而成為一個人。人就係一個即係存在動物界存在嘅一個最精彩嘅動物。佢可以選擇唔同類型嘅生命形態，呼吸就係咁樣。所以我哋修練咧可以跳過我哋個限制嘅，其實不過你做唔做咁解嘅，即係話叫你少呼少吸得唔得？或者叫你多呼多吸得唔得？你都得嘅。叫你閉息得唔得？你都得嘅。啊，有啲特別嘅即係特異功能嘅人咧嚇，或者係經過修練嘅人咧，佢可以閉息15分鐘咁樣，咁又得嘅喎。即係呢啲係唔使我講嘅，有啲例子啊，你哋都聽過，呢啲係事實。咁有一啲係經過修練，有啲人唔使修練，有一個天賦嘅能力，諸如此類。頭先我講呼吸嘅形態咧，即係你點樣呼點樣吸咧，就係造就唔同嘅生命。喺人嚟呢個咁嘅處境嚟去睇咧，呢個一呼一吸咧，多長多短，係表達到一啲意思嘅喎。譬如講舉例咧就係你好攰，想瞓覺啦，就嚟瞓覺，你打個係咁啊！你係一個呼吸嚟嘅喎，呢個呼吸咧就即係你要進益，你要代謝，你需要一啲氧氣。咁你嘅時候咧就係長呼長吸，呢個長吸，你係一個進益嘅，即係幫自己嘅一個 positive 一個加數對嘅。但係另一方面咧，你好抑鬱，你頭先就係吸長，而家就係變呼長，係嘛？吸短就呼長，呢個嘆息。嘆息嘅意義係咩咧？或者係呢個短吸長呼嘅意義係咩？就係排毒排濁，即係你將自己嘅廢氣咧排出嚟，咁你就要將呢個呼氣咧就增長。咁多人冇位坐真係慘，即係你呢個咧，即係你有啲問題啊，有啲焦慮啊，有啲憂愁啊，你就有啲谷氣啊，有啲抑鬱啊，咁你就好自然咧，唔使教喎，你自己自然就做呢個咁嘅長呼嘅動作，你就排濁。即係好多時你呢啲咁嘅呼吸形態，你自己就做咗，但係你自己唔發覺。頭先講吸長、呼長，呼長係將嗰個濁氣咧排出嚟，吸長咧係將你嗰個新鮮嘅空氣多啲咁樣入去進益你自己。我叫進精啦，啊精係一種保益自己嘅一個抽象嘅概念。咁呢個咁嘅傳統，即係呢個呼吸嘅傳統咧，就好難講得晒，亦都喺短時間好難講得晒。不過咧，呢個例子就好容易令到你明白，即係點呼點吸。總言之，你多入少出咧，你就係進補嘅；少入多出咧，你就係排濁嘅。咁你得閒你就諗下呢一個，得閒你就做下呢個。朝頭早咧就多入少出，就比較好啲。清新嘅空氣，你自己嘅進補。夜晚咧就排濁啦，少入遲出，少入多出，咁你就會好啲啦。